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有20外例，60外个人是因为家庭群聚来喂着病毒，可见逐工亲密接触的家属，真有可能就是感染源。医生是来呼吁，若是咧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，上好是莫甲厝内底的人带做伙。拍开铁门，甲妈妈放伫外面的午餐摕入来食。杨小姐居家检疫14天的期间，食饭就爱靠爸母送来，厝内人惊有传染的风险，全程拢避免接触。我回到这个家之后，他们就一步都没有踏进来过。妈妈站在铁门外，所以也会至少有3-4公尺吧。就是如果要讲话的话。杨小姐居家检疫期间，伊的爸母14天拢困伫公司，就是要教伊完全隔离。居家检疫结束了后，倒来厝的第一件代志，嘛是甲厝内全面消毒。即马全台湾确诊的病例当中，就有20外件，是因为家庭群聚造成感染，占18%。其中有17件，也阁是夫妻之间互相传染，可见亲人之间的接触，真有可能就是防疫的看棒。第一个受害的对象当然是每天跟你接触的家人，会遭受到飞沫传染或者是接触传染。最好是要有1人1室，你要自己的房间，而且这个房间呢，能开窗就开窗。医师提醒，若是会当完全隔离，去住防疫旅馆，或者是厝内人去外面住上保险。若无，就要尽量避免共用浴巾，唔通共倒食饭，每天量体温，注意身体健康的状况，才会当真正保护亲人。